乌克兰的基础建设和罗西亚崩坏了，这城市停电停水，连医生开刀都要靠手电啊照光。南韩的卡车司机不满政府只答应保障基本薪水3年，发起大罢工。总统为什么放掉要强制要求开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国家之间的战争，无论是啥人输啥人赢，上界可怜的就是百姓。罗西亚帮乌克兰的基础设施，造成乌克兰当地停水停电。边仔这张图是对天顶翕地球的相片，有白点的所在，就是暗时啊较有点电火较光的所在，亲像是波兰东欧迄边，拢是有白点的。上界北这点就是俄罗西亚的首都莫斯科。也若是蓝色的线空起来，这搭差不多就是乌克兰，全部是规地差不多拢是乌的。甲下骹这个海洋、黑海这款无人伫的所在是同款乌。咱就当知影讲，乌克兰停电的情形是有偌严重。来看现场相片，上界倒手边迄张是连医生动手术都要靠手电啊照光。城市的路人除了交车的火，楼仔厝嘛规个拢是暗飕飕。除了用电的问题，用水嘛是真大的问题。百姓是逐工拢爱灌地下水，才有水通好用。上较严重的就是讲，即阵是寒人，可能会落雪煞无小开，百姓逐种目睭铁青，都咧烦恼讲日子是要安怎过。开刀房内底暗暝暝，就助手摕着手电啊，帮助医生照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满9个月，第3个一届大规模攻击，发射70粒的飞弹加5架无人机，攻击乌克兰的基础设施。虽然乌军加51粒拍落来，有关互全国所有核电厂甲真济火力、水力发电厂暂停营运。几乎一间病院的红牙心脏手术，就伫暗暝暝的状况完成。第日时要用电办公的人，爱到特定大楼的办公室内底，用发电机供电处理公务。暗头以后，民众上行路爱扎手电啊，行路嘛只有往来车辆的车顶伫马路正做一道电流。根据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卫星图显示，乌克兰为11月开始，大部分地区拢是黑暗暝的过日，就连冬季需要的暖气加供水设施嘛受到攻击影响，民众爱排队为经济部棚内底取水生活。На декілька днів хочемо набрати, щоб пити. А такої в крані зовсім немає з вечора. Так що чекаємо вже. Може дадуть, да, хоч холодно. Так що трошки сумно. 乌克兰人员部门表示，俄军这一波的攻击造成包括1名19岁的查某囡仔，至少10个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讲，电力会尽量在当地日时陆续完成抢修。已经和乌军撤退倒来赫尔松地区，依然继续受到攻击。日是有真济过去平安的徛街区受到真济飞弹的攻击，造成至少5个人死亡，更有真济人受伤送病院。国际新闻台上朋友。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日本广告公司电通因为涉嫌污蔑前东京奥运组织委员会理事长，东京地检厅今日就去敲电通公司的总部，还有各界主管的遐家。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受到乌克兰甲罗西亚战争的影响，加上介绍是比美国甲德国的较俗。南韩的武器今年的出口量是破历史上悬纪录，比去年加倍3倍。到今年底有可能会破200亿美金。英国 Times 报道，今年移民到英国的人数比去年增加3倍。英国首相苏纳克按算限制移民的人数，国外学生要去英国读册会愈来愈困难。一寡学生要带亲人去英国的限制嘛会更加严格。sau đây是美國紐約時報指出，羅西亞大轟炸烏克蘭的基礎設施，民間斷水斷電。烏克蘭的民眾是表示，因真艱難伫咧黑暗當中求生存。上尾是華盛頓郵報 Twitter 的頭家馬斯克是表示，後禮拜開始會予一批無重大違規、過去去互停權的口座會當恢復使用。不過，儕人就煩惱講，假信息甲充滿仇恨的言論會佫充滿滿世界。世界各地有侪球迷專工去卡達看世界盃，除了機票甲門票，當地住房間開銷實在是真驚人。飯店甲豪華遊輪，一暝絕對是9萬塊台票起跳。錄影區大邊啊，一暝嘛愛超過5000塊台票。球迷村上較俗的，敢若眠床甲簡單的浴巾啊，一暝嘛愛2500。
世界脚球赛开始比啊，入境卡达球迷愈来愈多，要来替家己的国家队加油。不过，若是要到比赛现场，钱都要存较济。这几个法国球迷，敢若机票都开超过1000欧元，差不多3万外台票。为了省钱，因订机场附近的球迷村，一暗100欧元，差不多台票3000外块。 It didn't look like this in the photos we saw. Have you seen the state of the window? If I'd paid 20 or 30 euros, sure, I'd have had it coming. But with the price we paid, honestly, it's disappointing. 愈加失望，唔是无道理，因为这个球迷村其实是简单的组合厝，内底环境都还未变长，家具嘛还未组装，都开放互人住。另外一间就是阿拉伯公寓的球迷村，有较俗一寡，一暗是$80，差不多2500台票。不过房间内敢若2顶床，铁柜啊，甲简单的浴巾啊。 It's been great so far. It does seem like they haven't completely finished, but they're doing their best, and every day there's improvements. 另外一区录影区也是省钱的选项之一。不过，既然是录影区，大概都是布棚，上俗的是$200，约要6000外台票。布棚内无冷气，敢若提供电风。若是挡袂牢，还佫豪华布棚会当租，内底有冷气、电视、冰箱，还佫挖进海沙布。不过一暗是400至$1000，约要1万外至3万外台票。 A wonderful place, really comfortable, really elegant. 想要较特别的，也可会当住豪华游轮，价无共遵行，一暗为$179，差不多5500台票，到$347，差不多1万外台票。若做完全无预算的限制，高级饭店一暝几$6000以上，搁较贵都有。只是大部分的球迷已经是欠长内度去卡达看脚球比赛，房间搁较简单，人搁较济去一间嘛是甘愿。公司新闻7万0编译。 南韩的卡车司机要求永远保障基本薪水，不过目前政府只答应会继续保障3年，引起司机不满，发起大罢工。至少是有25000个卡车司机参加。全南韩对传统产业到工业的零件拢会受到影响。总统文新月就放调讲，要实施强制开工令，若是违反的人，可能会去罚关3年。 罢工司机大声发口号，因主导的物流运输是推动南韩经济真重要的一部分。不过，办事透早有未少货柜卡车停伫路边，工会估计差不多有2万外的卡车司机参加罢工。 더 이상 죽음과 고통을 연료 삼아 화물차를 움직일 수 없습니다. 안전 운임자만이 화물 노동자를 보호할 수 있는 유일한 법제도입니다. 因为燃料成本一直起，卡车司机要求南韩政府将原定年底到期的安全货运运费机制，也就是最低薪资保障改造永久制度。不过官方今日承诺搁延长3年，双方协商破裂。面对又搁罢工，南韩总统尹锡悦态度强硬，认为在经济危机期间替国家供应链做威胁是非法，而且互人无法度接受。尹锡悦放调讲，考虑用强制开工令，违反规定会互人处最高3年徒刑，也是有3000万韩元的罚金。 일방적으로 강행되는 화물연대의 집단 운송 거부는 국가 경제를 볼모로 정당성과 명분이 모두 없는 매우 이기적인 행동이라고 하지 않을 수 없습니다. 这届罢工离顶届较无半年，今年6月，南韩卡车司机也要进行8天的罢工。迄个时阵，包括晶片、石化甲汽车产业拢受到冲击，地区交汇延误，甚至被迫减产，造成370多亿的台票损失。后来政府让步，罢工才结束。不过，这届当局放调讲对非法罢工行动已经无法度去吞论。 烦恼罢工的也有拜登政府，美国上大的铁路工会进前投票否决劳资双方9月所达成的协议，可能要伫年底发动大罢工。到时阵铁路交通或者规个拢停，会冻结将近30%的美国货运量，一天的经济损失都达到20亿美金，而且会互通货膨胀搁再压悬。伫这个同时，英国的护理人员也想要伫后个月罢工，因伫疫情期间工作的压力增加，即马搁因为2位数的通货膨胀真悬。 面临趁无够用，所以决定罢工2天，要求加薪。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时代的进步，人权的保障嘛应该爱对咧向前行。不过美国这阵说是为着女性摕囡仔的权利完袂煞。法国的左派阵营就烦恼讲有一天因妇女的权益嘛会退步，所以提出要甲摕囡仔的权利列入宪法的保障。
不过这项提案昨已经伫咧国民议会大赢通过，所以来爱送去参议院投票。不过参议院这关恐惊是无遐好过。法国女性自1974年法案通过了后，就合法的提起来权利。了后，这项法律修订过真侪摆，上新一摆修订是伫咧今年2月，将提起来法定期限为有新12礼拜延长到14礼拜。今年6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2项支持提起来权的历史性判决了后，法国左派阵营议员感觉有必要让提起来权入宪，进一步向国会提出相关草案。国民议会议事进行投票，总数577席当中，337人投赞成票，32票反对，18人弃权。共同提案前一日，极左派不屈法国的议员帕诺行出议场欢喜获胜利，佮将这场投票献予议员在奋斗当中的匈牙利、波兰加美国妇女。C'est une victoire historique qui est d'abord et avant tout permise par la mobilisation de citoyennes et citoyens, d'associations, de collectifs. Et la France, si nous votons bien le texte tout à l'heure, puisque grâce à cela nous avons fait tomber l'ensemble des amendements d'obstruction, la France serait alors le premier pays au monde à inscrire le droit à l'avortement dans sa constitution. 案件还阁伫咧参议院投票通过，右派共和党所掌控的参议院到月才拒绝同款的提案，理由是提起来权伫法国无互人辩解的可能，所以无需要采取这项措施。司法部长莫雷蒂表示，伊希望部分参议员应改变心意，让法案伫多数支持情形之下过关。民调显示，超过8成法国人支持提起来权，入宪的主张也得到大多数受访者的支持。公司新闻王慧文评论。马来西亚顶礼拜六国会大选，反对党希望联盟成做国会上大党。不过因为无政党联盟摕到国会过半的席次，马来西亚元首暂时正式任命希望联盟的头人安华做总理。今年75岁安华是宣布讲，伊袂领薪水，佮答应要掠贪污、拼经济。经过25年的打拼，也甲2届入监狱，拢总9年的监狱生活。自亲反对党领袖安华伊布拉辛，二是伫国家元首苏丹阿卜杜拉面头前宣誓就职，是马来西亚第10任首相。安华所领导的希望联盟，这届大选摕到82席，前首相慕尤丁的国民联盟摕到73席，双方拢无达到国会总席次222席，超过一半目标，必须筹组联合政府。不过一寡政治领袖的个人甲意识形态意见差正济。到尾也是由元首阿卜杜拉出面，甲各政党领导人调集来王宫，促成希望联盟、甲国民阵线以及沙劳越政党联盟组成联合政府。现年75岁的安华，伫召集记者会宣布首相的薪水，以1仙钱就买领，承诺要打击贪腐，也加专心救经济。There were some core issues that we will never compromise. Issue of good governance. Issue of anti-corruption drive, issue of judicial independence, and more importantly, the issue of the welfare of the ordinary rakyat, which includes the issue of cost of living, which I will have to address soon. 伫马国政权超过60年的武统，因为当年贪污腐败失去民心，所属的国民阵线伫2018年大选惨败，这个大选成绩较无顶一届一半，敢若30席。安华领导的希望联盟胜选的主要原因是有得到少年族群、都市地区也加非马来裔，特别是华裔选民甲斗相挺。因对安华提出的马来西亚爱行出保护国家、大大推行改革，真有感觉甲认同。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南美洲的秘鲁安第斯地区，因为旱流草坡啊拢结冰，当地国宝动物羊岛无物件通好食，超过500只夭死。除了山顶，海边也有动物大量死亡，有5000多只野生哺地鹅死去。官方证实是感染着禽流感 H5N1。一只羊肉岛，长甲剩皮含骨头，倒在土骹，看起来已经无命。秘鲁中部和南部的安第斯地区，最近气温是有够低，白色嘅草地是砍掉啊，羊肉岛无草通食，拢夭死啊。En cada familia realmente está abortando a más de 40 alpacas.
居民讲，过去几礼拜至少有500只杨乐桃夭死。杨乐桃养殖协会嘛统计，今年以来全变路已经有25000只杨乐桃因为寒流死亡。这产家呢，杨乐桃互看了真唔甘，嘛烦恼刷落来，因的生活是要安怎？Estamos preocupados porque vivimos solamente nuestra alpaca, no tenemos otro ingreso y nuestra alpaca está muriendo más de la mitad ya. Y no sé cómo, con qué pasar la vida estamos. 放牧业则是呼吁政府马上介入，宣布安地区地区立刻到紧急状态，提供援助，才会当互居民渡过难关。除了杨乐桃被盗的鸟仔嘛有危机，滨海地区的海沙部最近几礼拜拢一直发现到死去的野生布袋鹅，加起来已经超过5000只。布袋鹅生病死亡有可能和禽流感有关系。官方人士证实，3只野生的布袋鹅已经喂到传染性和致死率都真悬的 H5N1，已经发布180天的健康警报，嘛提醒养殖业者爱加注意。公司新闻7万2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